各位，Richard 沉寂咗一輪之後咧，又好似醒翻啦。多謝幸運之神，上次嘅珍飛貼士鐵角鴛鴦 Q， 結果中咗一條鴛鴦 Q， 可惜爆熱就冇影。呢個預咗㗎啦，好高興。咁咧就係連贏位又派413蚊，位置 Q 有130蚊喎，收貨啦嚇。咁咧就好耐都冇燒過炮仗啦。今一次可以話呢一季第一次啊，咁所以非常之高興。再多謝一次幸運之神，同埋多謝各位嘅支持。應該燒炮仗㗎，好燒炮仗！好啦，燒完炮仗，講翻聽日啲馬。聽晚9場，頭場開跑時間係6:08、6:8、6:40分。咁咧 Richard 咧就既然見到順利啦，順開啦，咁一樣係鐵角鴛鴦 Q 第一場。今次第一場咧就係咩喎？就係4班喎，4班1000米出馬咧就係滿額嘅。咁呢一場咧就容易講啦。點樣容易化咧？首先呢一場有6匹馬係可以即係放低先嘅，即係唔睇住，即係個機會係微啲嘅。邊6匹咧？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匹。點解咧？我唔講啦，真係今日先講啦。咧就係另外嗰6匹咧，就有5匹咧，我都預期佢哋8倍嘅，就係1號、9、10、11、12呢5匹係8倍。仲有2號啦，超強60啦，我就預期佢4倍嘅。好啦，睇睇而家個賠率啦。呢個時候係5:16分。5:16分嘅時候，第一場1號精益大師係8.1倍，即係差唔多啦。第二咧，2號咧，超強60就好熱喎，唔係咩啊？唔係4倍啊，比4倍熱好多，係2.4啊，位置咧就係1.2啊。好啦，9號凝聚美麗8.7，差唔多。10號良寶潘一哥嘅良寶就10倍。點解佢會冷啲嘅啦？理由好簡單啦，個檔位嘛，真係㗎。如果佢係2檔嘅時候咧，我係預期良寶4倍嘅，但係11檔，即係點搞啊？即係窄地好似係窄地。不過咧，如果我馬匹有狀態咧，就都可以克服嘅。又射潘一哥順潘一哥啦。OK， 快樂寶寶11號9.5。12號有得贏咧，就又係啱數喎，8.8倍。點揀咧？即係揀嚟揀去超強60我係唔會要嘅，真係嘅。幾大熱門嘛，我梗係飛嘅，即係5匹之中揀3匹。OK， 1號啦，精益大師，要咗精益大師。要埋有得贏啦。12號有得贏，即係個賠率係似樣啲啊嘛。雖然間呢個時候都係好早啫，5:19分嚟㗎係。良寶凝聚美麗快樂寶寶點揀啊？唉，真係啊，膽粗粗揀潘一哥。
揀潘一哥尿膽粗粗啊，真係㗎，十一檔啊，大佬，好吃虧。好彩亮寶咧就即係佢可以快開啊，希望可以克服到快開聲龍船發個馬，咁啊潘一哥應該做到㗎。呢個係主觀願望啦嚇，良好意願，主觀願望。好啦，決定啦。1號正益大師，10號亮寶，12號有得贏，就係呢3匹鐵角鴛鴦橋。多謝晒，祝大家好運！